大家好，欢迎收看啊！用台语线顶罗马字课，这是咱的第5课，所以即摆呢，咱要来看遮的环调甲直调，吼啊，主要是要练习咱的声调，因为顶摆吼第4课我知影吼，有足侪人一定甲看了啊，感觉哦，这真困难哦，实在是看无，所以咱即马就是要来摕一寡台语的俗语啦吼，大家应该加减捌听到的俗语，所以这是你知影的代志吼。啊，爱甲写做罗马字吼，爱看遐个声调要安怎读吼，主要就是安尼。所以我来写第一个吼，就是安尼。吼，你会使试看麦啊，敢读会出来吼。啊，若无啊，就等下咱就做伙读。啊，因为这是一句话，咱头一字爱大写，啊个上尾爱一个句点，好，所以这边安怎读啊？咱爱先区别吼，倒一个是环调，倒一个是直调啊。因为咱即马伫练习，我会直接记吼，互大家看，我会直接画一条安尼吼，互大家看，这是直调，啊，这嘛直调，啊，环调咧，剩诶拢是环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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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吼。安尼清楚无？啊是安怎伊诶环调甲直调拢是安尼吼？啊会记哩吼，我有讲即个直调一般拢是上尾一个音节是直调吼，啊头前诶音节拢是环调，啊遮虽然讲嘛毋是上尾一个音节吼，伊嘛是即段话吼诶上尾一个音节吼，所以伊嘛是直调吼，啊头前拢是环调吼，一般拢是安尼，所以即句话要安怎读咧？来，咱即马声母甲韵母应该无啥大问题啦吼，所以这就是呀，主要是爱处理遮个声调吼，遮个调和，所以遮个调和是即个一调安尼吼，啊，即调安尼是第7调吼，第7调，啊，第7调若做环调的时阵，伫倒位？伫倒位？伫倒位？哦，伫遮吼，伫遮，所以这是咱的哆吼，都是低调吼，哆，所以这毋是呀，是呀，因为咱处理遐个调和了后，就变做呀吼呀，啊，这咧咪的咪，啊，这共款是第7调吼，啊，共款嘛是环调，所以共款就是伫遮吼，哆哆，安尼即2个音节吼，调共款呀咪吼呀咪，啊，这咧。这是第几调吼？第2调，吼，过来是直调，第2调的直调对伫遮，吼，伫遮啊，所以这是咱的落调啊，个是迄个关落调吼，咪安尼咪吼，哆来咪咪，吼，这是咱的落调，所以这个hi h 啊，个是这个落调。好，吼好，安尼就也袂好，啊这2个拄好共款吼，也袂，啊这咧无共声母尔，第二的，吼，安尼就变做也袂好，也袂得，吼，也袂好，也袂得，好过来，啊这个其实咱捌看到吼。但是即马咱会使了解遮个调和要安怎处理吼。后来，所以遮个环调甲直调要安怎处理咧？这是直调，这嘛是直调，这嘛是直调。谁人有遐侪直调咧？啊，这是环调，这是环调。啊，这要安怎了解啦吼？因为吼，咱看到即个语序吼。he，啊，佫是即个调，啊，即个调是啥物？这是第5调，吼，第5调。啊，第5调若直调的时阵，有啥物音吼？哆，啊，佫是起调，安尼就哆，所以这就 he，吼，啊，佫爱迄个起调吼，he，吼，he。
啊，这个鱼就是讲鱼啊，吼，一尾鱼的迄个鱼吼 ，fish， 所以这是叫做名词吼，这是这个名词。啊，名词上尾一个音节嘛，共款是直调，吼，名词上尾一个音节嘛是直调。啊，因为鱼干那一个音节尔，所以鱼嘛是直调。啊，这咧，这应该即摆应该了解吼，鱼的下。啊，共款是即个第五调来第五调伫遮，吼，啊，搁伫遮就是起调，吼，加起调，啊，就变做下，吼，下，共款就是下啊下，吼，所以嘛是名词，吼，嘛是上尾一个音节，因为干那一个音节尔，安尼就是直调，吼，啊，过来这上尾一个音节，共款就是鱼、鹅、鹤，啊，第二调，吼。拄仔有看到吼，也袂好吼，鱼鹅就是第二调，直调伫遮吼，落调吼，好，所以这鱼、虾啊，这好吼，这应该无问题。啊，过来，头一个吼，这咪无吼，啊，这是第五调共款，第五调。啊，即个因为伊是毋是上尾一个音节嘛，毋是名词吼，咱就爱看遮个花调吼，花调第五调的花调伫遮吼，哆来来，所以安尼咪无吼无来啊，有诶腔口吼，有诶腔口，因为第五调的花调是放伫遮吼，放伫即位吼，放伫较低小块吼。都遐咯吼，但是一般吼，一般咱拢甲放伫即个 re 遮吼，中诶即个音吼，中诶即个调坎，吼，所以我会用这吼，无吼无，吼，所以还佫有啥？无鱼虾，啊过来，这咪爱记你有迄个拼音无？咪吼妈。啊，这是第七调，吼，第七调伫遮啊，如果毋是上尾一个音节，啊，就是爱看换调对无？换调伫遮，吼，就是哆，吼，哆加音，吼，无鱼虾嘛好，吼，安尼，无鱼虾嘛好，好过来。好，所以其实即马吼，咱会使豆豆仔练习，就是捌看到诶语词吼，毋免大概一直看安尼哦，这什物调号，什物几号啊，这第几号，这是直调还是反调，吼，免逐摆拢安尼做啦，因为像即个语词吼，咱拄仔嘛有看着吼，啊，这嘛是共款，吼，啊，这拄仔嘛有看着，啊，这嘛是共款，吼，所以其实即四个字，即四个语词，咱已经知影哦。这就是鱼，吼，这鱼，这虾，这嘛是虾，所以其实即句话内底，敢若一个也未看到的语词尔吼，啊，就是即个吼，伊是反调，反调，啊，因为毋是上尾一个音节嘛，毋是名词吼，嘛毋是一段话上尾一个音节，所以即个词要安怎读咧？来，这是安吼。这是咱的安，第一课都有即个安吼，所以即个安应该介简单吼。啊，过来就是咱即个韵头吼，弯弯吼，啊，过来就是虚弯弯吼，弯啊，弯是第七调来，第七调啊嘛是反调，这第七调伫遮吼，啊，反调伫遮吼，都是。哆就是假调吼，所以这变做还吼，啊这共款还鱼还鱼，虾还虾吼，鱼还鱼，虾还虾，就是安尼，就是遐尼简单。
啊，即句话内底咧，咱有看到共款有即个鱼，鱼这无问题吼。啊，过来咱来看遮个花调甲直调啊，所以直调上尾一个音节上尾一个音节，啊，过来有一个名词就是这嘛是名词。啊，等下咱就知影迄是啥物名词啦啊，过来花调就是剩诶嘛是共款即个意思共款对无？所以咱来读看觅鱼啊，这个 t 安共款，这是咱的安啊，这个 t 安叹啊，过来这个调号是第几调？来第三调第三调啊，花调第三调花调伫倒位？伫倒位？伫遮伫遮，所以这是咱的咪哆来咪啊，佫是落调。咱做啥？咪安尼咪，所以这个 t 安叹叹叹鱼叹啊，过来这是咱的拼音所以是一啊个拼音啊，这个青青啊，这是第几调咧？第几调？伊无调好对，无调好就是第一调第一调，所以无调好第一调直调是伫对伫遮伫遮，这就是哆来咪咪平调青鱼叹青鱼叹青啊，过来咧这里昂这是咱的昂人啊，这是第几调？第五调安尼啊，第五调直调是伫遮伫遮哆啊，佫是起调哆所以这边做啥？人人，我是人的迄个人鱼叹青人叹啊，这个这改成啊毋过这是饲这边是鸡饲小可无共啊，过来这嘛共款是拼音啊嘛共款是音啊，毋过即届咱有即个调号啊，这是第几调？这是第二调，第二调的直调伫对伫遮这是哆来咪啊，佫是落调咪咪，所以即个意思是井安尼井啊个井井鱼叹青人叹井就是安尼。好，过来。这边啊处理咱的花调甲直调，来上尾一个音节拢是直调，啊过来名词，若有名词上尾一个音节也是一个音节尔，嘛是直调这嘛是直调。迄是名词，什么名词咧？等下就知啊，这是花调。好，所以这边要安怎读？啊，这就是声母是之之啊，韵母咧，韵母就是咱敢会记得这个捌一一毋捌二就是一，所以之一之一节啊，过来有这个调号啊，这个调号啊，佫有这个D咱会记得 B D G H， 甲这个调号拢是第八调第八调花调第八调伫遮伫遮啊，过来咱嘛会记花调的时阵啊 B D G 都是伫这边啊，若 H 咧都是伫遮甲遮无共音所以咱伫遮这是哆假音哆啊，如果是低调对无？低调，所以是哆安尼哆啊，所以变做啥？之一节之一节安尼节节两三个节节啊，过来这是
平音平音啊个是伊平音所以这hi啊个是第几条？这是第七条第七条的直调就是伫这伫这哆瑞，所以这是瑞hi 安尼就是耳的耳一啊过来这个，这是咱的字声母是字，还是有人会讲字还是字字啊过来。这是一湿的迄个一啊，佫是第八条甲这共款啊。毋过即届呢，即届是直调这是花调变做一佫直调第八条变做啥？第八条变做悬音悬低调，所以变做咪安尼咪一一一一一啊，过来咧，这甲这共款这是一这是一啊，这咧，这是咱的声母是七啊，个韵母咧，韵母就是这边郁出的郁所以七郁出啊，伊尾啊上迄个韵尾是 D 啊，韵尾是 D 啊，伊无调好，所以咱知影这是第四条第四条的直调要安怎读咧？第四条就是伫即边，就是咱的第一条 re re， 所以变做一耳入，一耳出一耳入，一耳出安尼好来。即句咧，即句就是咱诶换调甲直调对无？直调上尾一个就是直调遮无名词所以剩诶拢是换调，好，大概就是安尼。即边咱诶韵母就是啊像啊的啊，还是啊母的迄个啊一只啊过来是伊诶韵头伊都变做呀加一个声母字加，所以是加过来即个调号咧，咱会记哩即款的调号上尾是即个 B D G H， 拢是第八条第八条换调的时阵韵尾是 H 咱免看遮因为遮是 B D G H 咧 H 就是伫遮H， 所以这是哆低调哆佫是平调所以这就是加过来 B 巴这是换调的第几条？第四条换调第四条伫遮所以这是咱的哆来咪如果是平调咪，所以这巴加巴这咧咱的韵母韵就是坐船的迄个韵是运到油的韵韵声母就是起韵困佫是第几条？第三条第三条直调伫遮伫遮哆咱会记哩即个第三条做即个低调的时阵哆伊小可加减小可的迄个降落迄个感觉，所以这可能毋是困可能是困困，就是困眠的迄个困食饱困食饱困过来共款即个困毋过伊即马是换调换调是伫遮第三条的换调所以变做咪咪所以伊是为即个哆佫变做咪为上加变做
上悬吼，困困，食饱困困啊，这共款吼，饱吼，共款是即个第二条诶换调咪吼饱困饱啊，这边咧这共款是即个食吼，但是即马是直调吼，所以这边换调食饱困吼食啊，这边咧直调就是伫遮吼，伫遮啊，所以是哆来咪咪啊，佫是底调咪吼食困饱食困饱食啊，毋过吼，咱爱会记哩即个第八调，那韵尾是虚的时阵吼，有诶人有无共腔口，所以这嘛有可能是困饱食，嘛有可能是困饱食吼，即个食甲即个困共调拢伫遮吼。所以无共调吼，你爱看你家己诶语感吼。啊，若我就是爱讲困饱食吼，第八调韵尾虚诶时阵无共腔口，这咱爱会记哩。所以这个食饱困，困饱食吼，食饱困，困饱食。好，过来。好，即句要安怎看伊诶花调甲直调，吼，拢共款，直调，啊，剩诶共款拢是花调，简单啦吼。好，所以这要安怎读啦？啊，来，这是咱诶韵尾是 B D G 是啥物调？这是无调好诶，所以是第四调，吼，花调。第四条换调伫遮吼，都是咱的哆来咪，啊，佫是落调咪吼，所以这是 B A 八吼八，啊，佫来哩有噜吼，这简单无？噜八噜啊，这什么调啦？这是第二调吼，第二调的换调是伫遮，这是平调吼，咪。噜吼，八噜啊，过来吼，这是咱的安吼安啊，过来伊的韵头弯吼弯，低弯关啊，个第五调吼，第五调的直调就是咱的起调吼，加起调哆安尼吼，所以这低弯关吼关八噜。悬吼，八愈悬安尼吼，八愈悬啊，过来，这是咱的压吼，压像压水的迄个压吼，啊，过会韵头压吼压，啊，过会声母削吼削，顶摆敢若嘛有讲着吼，削落去的迄个削，所以这是削，啊，过会调咧。无调好吼，甲这共款，上尾是一个基，所以是第四调吼，第四调换调就是伫遮吼，这是 B D 基吼，因为这是虚，所以伫遮啊，这是基，所以伫遮吼，甲这个 B D 基共款，所以这是关调吼，啊，如果是低调，安尼就咪吼咪，安尼就削。对无？削是压削，吼，这共款吼，愈是迄个关平调，愈削愈啊，过来这个这无调好是第一调，吼，第一调直调就是咱的迄个关平调，吼，咪吼，所以这气音吼，这声音的音对无？啊，声母是气吼，气音。深吼深，所以削愈深，这拢是关调对无？这就是低调吼，啊，毋过这两个吼拢是关调，嘛拢是平调吼，削愈深，所以来八愈悬，削愈深吼，八愈悬，
色愈深。过来，好，即句话要安怎看咧？来，坏调甲直调，上尾拢是直调，吼，这较简单。过来遮拄好，剩诶拢是坏调，坏调。即边吼，即边其实是一个名词，吼，一个。毋过因为伊是三个音节的名词，所以上尾一个音节开是直调，吼。其他两个拢是即个坏调。后来要安怎看咧？这话吼，即个韵头吼，乌的话，虚话会吼会，过来是第二调吼，第二调伫遮，搁是坏调，第二调坏调伫遮，所以这是关平调吼，咪花吼花。过来即边咧，遮就是咱的声音的音吼。其实第一课咱有看到即个音节吼，就是基音金吼，像金仔的金。遮无调好，无调好就是第一调。是坏调的时阵，无调好就变做安尼吼，变做 re do re mi 吼 re， 所以是中平调吼，花金。花金过来，这共款是第一调吼，对无？无调好，无调好，基乌高。毋过即马是直调，吼，直调伫遮，吼，所以是关平调，吼，关平调，所以这中平调，这关平调，这嘛是关平调，吼，所以是咪、re、咪安尼吼，花金高，吼，花金高。过来，这是第五调吼，你爱来，这是台湾的爱吼，来，还是第五调吼，第五调坏调伫遮吼 ，re 吼哆 re mi re 来吼爱记哩吼，这个第五调做坏调的时阵，有的人小可较低吼，有的人伫遮吼，有的腔口。是伫个骹遮吼，但是一般我来讲拢伫遮吼，都是 re 这边，所以来过来，这是 u 吼 u 吼过来 g u 就第几调？第三调吼，第三调伫遮，是坏调伫遮，吼伫遮，所以是。哆来咪咪，还是落调咪吼咪，变做 G U 少吼少来少，这个这是第几调？第七调，第七调伫遮，是直调伫遮吼 re 甲这共款吼对无？这个来嘛是伫遮吼，中平调这个落。吼，嘛是伫遮吼，中平调，离乌路吼，会记哩即个，即个字母是乌吼，毋是吼，路，所以即两个共款吼，来少路，花金菇来少路，吼，就是安尼，花金菇来少路，我过来。来，直调坏调，直调就是伫遮，嘛是伫遮，因为这是名词吼，等下就知。过来坏调，好，咱会记哩哦，这个韵母是咱其中一个例外吼，即两个吼，有的人会腔口反说是要读eng甲ek，但是一般拢是读用甲ek吼。用甲益，还是用甲益吼，拢有，
所以这是咱一个例外用，佫是第7条吼，第7条就是换调伫遮，吼，所以是哆吼哆来咪哆用吼用，好过来我讲这是一个名词，所以有特调啊，什么名词咧？来偏音吼，啊个迄个声母字吼，尖，啊个第5调伫遮，特调第5调是咱的加起调吼，加起调，安尼就钱吼，用钱，啊这个呢吼偏音爱记了，偏音呢啊那吼那。啊，佫是第2条的换调，吼，第2条换调伫遮，关边调，那吼用钱，那用吼共款用，啊过来，即个文母吼是微吼微，像迄个飞灵机的飞吼飞，啊声母之微水。像啉水的水吼，啊，这个第2条伫遮，特调第2条伫遮，吼，所以这是咱的关落调，吼，落调，之为水落调，水，吼，拄好这嘛是啉水的迄个水，吼，所以用钱，那用水，吼，用钱，那用水。好，即句小可较长吼，小可较长，啊，毋过咱的规则、咱的规矩拢共款吼，都是特调伫遮，啊，有名词上尾一个音节都是伫遮，吼，啊，搁伫遮，啊，剩的拢是换调，吼，啊，即2个吼伫遮，等下要特别解说吼。好，咱来读，所以这是 C I 西，啊个第2条就是伫遮，啊个是特调，因为这是名词，这是这个名词吼，咪哆来咪吼，如果是落调，所以是咪，安尼就 CI 西，吼，这是西，好啊，这是 T 压吼，压长的迄个压。所以 T 压塌啊，如果无调好啊，迄个韵尾是 D， 所以是第4条，吼，第4条伫遮，换调伫遮，吼，所以这是关底调，吼，关底调安尼就塌，吼，晒塌啊，这个起啊卡啊，这无调好，所以第1条啊，第1条。换调伫遮，吼，瑞，吼，卡，塞，塔，卡，啊，这个爱记哩吼，这是一个韵母哦，啊，这是一个韵母啊，这个声母是市，村，吼，村，啊，佫是特调无调好，是第1条特调伫遮，吼，关边调，所以是村，吼。尻川吼，晒踢尻川吼，晒踢尻川，啊过来这是啊吼呀，吼个字啊只，啊个是第几条？这是第无调好诶啊，韵尾是虚，所以是第4条，吼第4条原则上是伫遮，吼伫遮，所以咪安尼就遮吼遮。啊，即边咪共款就是第4条吼，咱遮有看到咪咪啊，第4条上尾是虚吼，佫是遮咪，所以马啦马吼马遮马吼啊，即边 B
翁吼，B 翁第三条伫条伫遮吼，所以是咱的假病调啊。毋过即个第三条做假调时阵无遐病啦吼，小可会降落迄个感觉，所以是放吼，不一定是放吼，可能是放安尼。啊，即两个吼，有当时咱来讲较紧的时阵，这就变做为即个落调吼，就变做即个平调，因为咱可能讲伤紧啦吼，所以有当时咱别讲即个食马吼，食马放吼，可能讲食马放吼，食马放平调安尼，爱看你家己的语感。后来，所以若做伙读的就变做屎踢尻川，食马放吼，屎踢尻川，食马放。好，所以这是咱10个台语俗语的例句吼。即马大家应该加减了解即个调号吼，要安怎了解，还是要安怎区别咱的直调甲缓调。咁么来练习即个拄仔所有看到的俗语，好来，那我都做伙读吼。也袂好，也袂倒，好来，无鱼虾嘛好，好过来，鱼还鱼。虾还虾，过来，鱼趁青，人趁钱，这是钱。好过来，一耳入，一耳出，一耳入，一耳出。好过来，食饱困。困饱食，啊无就是困饱食，啊无就是困饱食，拢有。啊，过来，爬愈悬，色愈深，这拢是悬调，这是低调，色愈深，拢听得到。啊，过来，花金菇。这是咱的咪瑞咪花金菇来照路，来照路，花金菇来照路。好过来，咱的文末的例外用钱哪用水，用钱哪用水。好过来上尾一个屎踢尻川。食马放，屎踢尻川，食马放。好，所以咱的第5课就到这。后一节课咱要来看一寡要看到的文末会记哩，我有讲，文末差不多70个看你安怎算，可能甚至有80个。咱后一节就是要来看要看到的文末所以第5课到这，后一节再会。